日覺得自己塊面水腫，輪廓唔夠 sharp，獨家穴位按面，但係上面嘅問題馬上改正，安達一丁溶脂，真係明顯見到效果。一返到嚟香港，我即刻去做下 facial 先。呢間係我啲朋友推介嘅，超多部外國進口儀器。一上到去做個面部分析諮詢。減咗呢嚿肉，跟住之後咧就再幫佢做收緊啦。我揀咗黃牌3個療程，都係可以單次做，認住我呢個衰樣。首先就做咗個急救補水 facial 先，做之前 check 一 check 係得47，面部清潔，用咗針對性果酸敷面，搽完之後咧，佢擺張紙落嚟咧，就好似面色即刻好咗。然後敷翻個外鼻體 mask，主要就係皮膚修復抗衰老。係抗炎同埋敏感肌嘅救星，然後就會將成支透明質酸精華幫你導入。按摩手法非常到位，皮膚飲飽水，我哋就即刻搞個下巴，係唔需要打針都可以做到瘦面嘅效果。先做按面推淋巴。安達呢部機而家都好出名，就係一部機啦就可以溶脂、緊緻、修復橙皮紋，直接穿透表皮，直達脂肪或者真皮層。係一部高頻微波，幫你消脂，苦紋都明顯減退。部機個頭係凍嘅，然後有